孟婆客栈最后一个单元是整个所有的6个单元一个浓缩，敢若第6个单元迄个白囝伊较重，到尾发现万千房头家就是阮囝，哦，万千房发现我就是因老爸，所以伫要啉汤的迄段时间是蛮挣扎的吼。转身通知单，汤爸啊，7月初1请到奈何桥报道。哈！哎呦，啊，万千房是知也唔知啦。未来七公路，我唯一的心愿，希望头家哦，你着好心来成全啊的。那一场我觉得大家都很感动，因为感觉讲，虽然气老爸是气伫表面。内心也是做爱这老爸的，当然迄阵囝到某对这老爸做袂原谅的，但是毕竟是爸囝情深啊，迄个血浓于水嘛。敢讲你无听人讲，人讲有心拍招，招成庄，有心开山，山成。想袂看你茫茫大。名博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